一直以嚟，好多 Hi-Fi 發燒友咧都認為電源濾波、隔離牛同埋交流電再生裝置咧，只係適合音源或者耗電量較低嘅器材使用。對於電流輸出較大嘅合併或者前後級擴音機，大部分玩家都仍然係選擇直接插翻牆身。點解會有呢種情況呢？因為市面上大部分嘅電源優化產品都會受制於有限嘅製作成本同埋設計技術。不過美國天仙配 Transparent XL Power Isolator 就完全唔同啦，絕無任何限流嘅情況，所以強烈建議用家配合大電流級使用。正重高達8kg 嘅機身分別由鋁同埋非磁性熱成型聚合物所構成。機內用咗兩組廠方特別研發、注入環氧樹脂提升阻尼特性嘅並聯式噪音隔離線路，既可以淨化所有電源雜訊干擾，仲加入埋永遠唔會有損耗嘅雪崩交流電容保護二極管，為乙太網同埋整個供電配套提供防雷保護。機背咧就提供咗兩組 Hubbell 特別炮製嘅20A 美式雙位蘇底。至於所有準買家咧，都會獲得一條廠方度身訂製嘅 XL 電源線，全面配合各大發燒品牌出產嘅功率發電機，展示真我實力。如果大家對 Transparent XL Power Isolator 有興趣，歡迎致電 Hi-Fi Gallery 影音科技安排預約試音。多謝大家支持，下次見。